大家好，歡迎嚟到呢富甲無限嘅魚缸火熱辣，我係黃尚魚，咁大家都叫我江小魚啦，係咪啊？咁呢就今集嘅內容呢，就想講下香港樓市，因為呢香港嘅樓市呢，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啦。咁但係呢過往呢，發覺呢一啲分析樓市前景嘅一啲嘅睇法嗰種方法呢，其實都係好傳統。咁大家都知道啦，係嘛？即係出年2026年，後年2027年，咁呢就係呢個歲次丙午，跟住係丁未。咁有所謂呢一個呢赤馬紅羊劫，係嘛？即係玄學上邊大家都成日聽到呢個嘅 terms 㗎啦。近年就係赤馬紅羊劫，一個馬年一個羊年呢，仲要係丙午丁未，咁啊夠晒火氣啦。咁會點樣樣呢？咁所以呢，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去即係以我自己嘅分析啦，咁啊去試下啦嚇，即係睇下香港樓市其實應唔應該再用一個傳統嘅思維去判斷佢嗰個嘅升跌或者個價值呢？咁不如換一個角度啊，好嘛？咁呢，今日呢已經係2025年嘅9月17號星期三。咁呢就仲有唔夠半年啦，咁啊好快㗎啦，過埋呢個中秋之後呢，就所謂一年容易有中秋，咁呢跟住呢好快呢又都去下一年㗎啦。咁啊丙午年係嘛，2026年，咁啊丙午啦，咁啊俾大家見下嗰個八字先啊，個立春八字呢就係呢個係啦，上邊呢個係啦，丙午年啦係嘛，咁啊庚寅月，因為一定係庚寅月㗎啦，因為農曆啊嘛，農曆嘅正月，咁一定係寅月㗎啦。咁啊，跟住呢就係己酉日啊嚇，立春嘅八字，丙午年嘅立春八字嗰個嘅日主呢係己酉日，跟住甲寅時啦，係嘛？咁啊喺2月4號嘅，我冇記錯，2月4號嘅凌晨4點左右啦，係啦，咁啊會進入呢一個嘅就係丙午馬年嘅啦嚇。咁呢個呢就係2026年嘅立春八字，下邊呢個呢就香港回歸嗰日嘅八字係啦，大家可以望一望先。OK， 咁啊，大家都知㗎啦，係嘛？即係大家睇樓市呢，以往都係睇下，即係個供求啦，好最簡單啲啦。咁啊，房屋政策啦，即係譬如港英時代嘅港英政府，或者甚至乎依家嘅特區政府嗰個嘅樓市政策，仲有就係咩呢？就係息口啦，係嘛？咁啊。供求息口有房屋政策，咁呢啲呢，其實呢都係主導咗香港樓市嗰個嘅興衰榮辱。咁亦都咁講啦嚇，即係喺過去嚟講呢，傳統睇樓市嗰個升跌呢，都係睇主要係供求啦，係嘛？即係啲人有一定嘅剛性需求，咁啊加上呢，就可以有呢個即係升浪嘅週期裏邊呢，好多人呢都會呢係去買香港樓呢嚟到去投資。因為呢，即係過去白運嗰陣時候啦，係嘛？即係甚至乎白運之前啦，香港即係喺呢個經濟起飛、工業、商業都係繁盛嘅時候呢，其實呢，即係又係彈丸之地啦。咁啊，所以喺呢個人口湧入之下呢，其實呢嗰個嘅樓市呢都係欣欣向榮嘅。咁但係去到2019年之後呢，咁啊好明顯個勢呢就係已經向下啦。咁啊有多講法同埋原因嘅移民潮啦。係嘛？即係白運轉九運啦，咁啊嗰個地產嗰個嘅盛世又加上疫情啦，係嘛？即係好多人都在家工作啊，即係唔需要有咁多物業啦，咁樣嚟到去做一個辦公嘅地方，咁所以呢，種種夾埋呢，香港樓市呢都係回咗落嚟。咁啊回咗幾年之後呢，啲人都會覺得哇，有冇可能性去即係睇翻香港嘅樓會見底回升呢？咁呢嗱，即係我呢一個分析呢，就主要都唔係啲咩經濟數據啊，去支持呢件事嘅，即係比較多呢係用玄學角度去睇下究竟香港啲樓其實喺呢個赤馬紅羊呢個大時代裏邊呢，係啦，會唔會有啲咩嘅變化，同埋呢就係會唔會有啲喺經濟數據以外嘅原因？嚟到去呢，就係嗰個香港嘅樓市呢，會出現一個呢，即係另一番嘅榮景呢。咁啊呢個就係純粹係一個玄學嘅
即係角度去分析嘅啫咁樣。嗱，你見到咧嗰個火氣咁猛嘅，即係流年啦，係嘛？咁啊，你見到咧，其實咧就係即係丙午丁未咧，火生土咧，本身咧就應該咧係會支持到個土咧呢個地產咧嗰個嘅即係個樓市咧就應該冇之前會咁弱嘅。咁但係有啲咩誘因咧？大家都見到啦，即係赤馬紅羊。咁你見到咧，其實咧就係嗰個丙午嗰個嘅立春八字咧，你見到佢係己土日主啊。咁咧就有呢個嘅即係傷官同埋呢一個嘅食傷喎，係嘛？即係都係比較上咧係睇到嗰個嘅意象喺呢度啊。咁啊，丙午咧就對翻香港呢一個嘅八字嘅，係啦。咁本身咧，因為香港下邊呢個八字咧，佢係甲木日元嘅一個即係代表啦，叫做係嘛？即係佢係一個甲木嘅。如果用人代表就佢係甲木人啦，係嘛？甲木人啦啊！咁你見到咧，佢咧就即係木啊生火啦，咁啊食傷咧就代表一啲自由啊、思想啊，即係其中一種嘅意象嚟嘅。咁可想而知咧，就係香港咧本身都係，如果係一個自由嘅地方嚇，或者係咧即係比較上咧係冇咁多限制嘅話咧，其實嗰個商業咧食傷生財咧，即係個商業本身咧就會冇乜大礙嘅，係啦，冇乜大礙嘅。咁但係咧睇翻上邊咧，即係丙午嗰個立春八字咧，你見到咧佢係冇水嘅。成個組合裏邊咧，你見到咧丙午啦、庚寅、己酉同埋呢個甲寅咧，係啦，即係有兩個寅木喺度，係嘛？咁啊，當然啦，就係嗰個嘅傷官咧，即係嗰個官煞咧，即係比較上咧對住個日主嘅己土嚟計咧，就係明顯啲啊。咁但係又要食傷喎，係嘛？咁啊個丙午年啦，係嘛？即係又用咗嗰個庚金啦，你見到咁啊甲己呢度咧又合土，係嘛？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其實咧就係出年咧，即係個成個丙午年咧，嗰個經濟咧就冇大家預計咁差喎，可能嚇。咁雖然咧就係冇水，咁咧就代表咧即係北方嘅水咧，就應該咧就會比較上咧係第一，佢會矜貴啲咧，因為冇水嘅時候咧，大家都要搶啊嘛。即係意思係一個咁火土猛嘅一個組合，因為木係生火啊嘛。咁啊，你見到啦，即係咁火土咁猛嘅一個八字組合咧，咁水咧就一定係好多人都會好渴求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你如果你本身你個日元或者你本身你個命係即係金水會重啲，或者水啦，主要係啦，咁咧就會容易咧係吃香啲啊。簡單啲講，咁你對翻咧就係香港嘅情況啦，因為丙午咧就伏吟，係啦，咁咧就係又係月柱喎，係嘛？即係你見到甲木係日主啊嘛，香港啊，咁啊月柱係丙午，即係代表長輩啊成咁樣，係啦，伏吟喎咁樣係嘛？咁你香港背靠即係大陸。咁咧就其實呢個八字都見到啲嘅啦，因為見到甲字啦，咁啊個子其實就係北方水啦咁。咁你睇翻咧，其實咧立春嗰個嘅丙午年嘅立春嗰個嘅日元咧己酉同香港嗰個日元咧甲辰咧天合地合嘅，即係呢個意象咧，我自己會形容咧係咩咧？即係呢個丙午年咧，對於香港咧應該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變化出現。咁而呢個變化咧，當然就未必會係自己未必係自己個原因去引申出嚟嘅，因為你見到個流年丙午咧伏吟啊嘛，咁好明顯咧就應該係周邊嘅環境咧有一個變局，而係會影響到香港。咁但係呢個意象咧就係即係嗰個食傷係嘛，即係會引申到去咧。嗰啲自由啊，嗰啲訴求啊，會有呢啲意見出嚟喎。咁你哋知道啦，即係嘛？即係你甲木生火，咁你即係香港嘅八字甲木生火啊嘛。嚇，你即係你生嘅嘢係啦，咁即係代表呢個意象裏邊係代表啲年青人喎，係咪啊？即係後生嗰輩喎，咁會有啲咩嘅意見出現咧？咁呢個第一，咁跟住咧就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即係喺今年咧，
即係農曆7月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有呢個血月啊嘛。咁咧血月代表咧，即係一個即係除咗係冰災啊嗰啲咁嘅意象之外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預兆咧係咩咧？就代表政權會易主啊、更迭咁樣嘅。咁大家會有啲咩嘅諗法咧？會有啲咩嘅想法咧？咁呢個咧當然你哋自己可以自己諗啦。咁我自己認為就係頭先我講到啦，即係你睇返香港以往，即係尤其好似我哋上一代啦，即係譬如父母嗰輩咁樣係嘛？即係喺即係大陸文革之後，當年咧就亦都係一個赤馬紅楊劫嗰個嘅年份嚟嘅，係啦，即係文革嚇，跟住咧就香港6·7暴動，咁啱啱正正就係上一次赤馬紅楊嗰個時候，咁發生咩事咧？咁當然係香港即係出現啊，即係右派左派打鬥啊嗰啲，咁啊港英政府就去鎮壓啊、干涉啊啲咁嘅嘢啦。咁呢啲睇下歷史就知㗎啦。咁亦都好明顯一樣嘢就係，當年咧好多啲人咧偷渡啊逃亡嚟香港。咁咧就令到咧好多嗰啲嘅工商業咧得到呢個人力嘅填補啦，咁咧就配合到香港嗰陣時候嘅商業工業嗰個嘅發展啦，咁就形成咗嗰個嘅物業市場咧係有呢個需求，係咪？即係大家都喺香港咧落地生根啊，安居樂命安居樂業啊，係嘛？即係就植根香港啦，簡單啲講。咁呢個係當其時候香港係一個劃時代嘅一個大變化啦。咁60年之後嘅今日，出年啦、後年啦，咁喺呢個嘅赤馬紅楊裏邊會係點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喺坊間好多啲即係講地產、講樓市嗰啲嘅分析裏邊呢，其實係冇呢個觀點嘅。因為第一佢哋可能亦都唔會講政治，第二樣嘢就係亦都可能就純粹係講緊香港傳統嗰種嘅分析樓市嘅方法，即係頭先我講嗰幾樣嘢，息口啦、供求啦、土地政策咁。但係呢啲梗㗎嘛，即係簡單啲講係長年不變嘅一樣嘢嚟嘅。但係你呢個時代係咪仲係要用呢一種嘅方式去分析呢？咁呢個我就好有疑問咯嚇。即係譬如你而家打開香港啲地產新聞，仲係講緊香港10大屋苑成交。咁你諗下嗰10大屋苑成交嗰10大屋苑，講緊都40-50年樓齡㗎啦，已經係咪？即係你而家買樓，你會唔會去買呢啲咁嘅物業啊？你自己都會諗啦，係咪？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呢下嘅咁大嘅衝擊裏邊呢，我認為呢係會有一個脫離經濟嗰種分析層面嘅一個現象出現。咁就係呢一個嘅政治嘅變動，係啦，或者係一啲政治嘅事件呢，係啦，或者係啲國際嘅周邊啦，即係因為唔係淨係大陸嘅，咁可能北韓啊、俄羅斯啊咁都有可能，咁甚至乎台海啦，咁嗰啲嘅變化其實都會令到香港即係喺呢個嘅大變局裏邊呢，即係佢嗰個角色呢，就相對應該係比較安全，但係當然啦，即係都會有佢嘅嗰個即係危機嘅所在。咁係危定係機呢？咁睇下大家點樣睇咧？呢個又係嘛？咁你話去到物業市場嚟計，咁如果你話即係喺即係大陸最近嘅大陸，佢出現一啲嘅咩嘅即係政治情況嘅時候，咁香港自然亦都會受到影響。咁你會覺得佢係一個受嘅咩影響會比較大呢？咁從而會令到樓市會有啲咩嘅變化呢？咁呢個呢，好似好值得大家思考。係啦，咁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丙午丁未，即係呢個赤馬紅楊嗰個嘅流年嗰個嘅意象之外呢，其實係要睇埋嗰個推背圖嘅，即係譬如係43象啊、第44象啊嗰啲，其實已經係即係我認為喺嗰個階段當中㗎啦。即係尤其你43象，即係喺癸卯年嗰年，即係2年前，即係黑洞走入青龍月啦，欲盡不盡不可説啦。唯有外面根樹上30年終只相結啦。呢個係關乎到去即係台灣嗰個嘅問題嘅，呢個係啦。咁但係去到譬如你話44象啦，係嘛？即係而今中國有聖人，雖非豪傑也周成。四夷從役青天子，否極泰來9個春。
咁啊，另外去到第46象，因為45象咧其實係預表太平洋戰爭嘅啊。咁46象咧就係另一個咧，即係有一軍人申大功啊，子言我是白頭翁啊，東邊門裏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帝宮啊，係嘛？即係呢幾個象，43象、44象同埋46象，即係我自己認為係我哋依家處身嘅大局裏邊咯。啊，咁呢個當然有唔同人，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呢個我係唔會同佢拗嘅，係啦，只係我會發表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喺呢個丙午年開始之後，丙午丁未嗰個嘅赤馬紅羊劫，咁對於香港樓市啲人好多關心。咁你依家純粹你從經濟層面嚟睇，你都覺得睇跌嘅多㗎啦，因為你個商鋪寫字樓嗰個嘅跌勢都未完，個經濟都係咁沉嘅時候，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香港啲樓都幾難升，係嘅，客觀嚟講係嘅。但係你話如果調翻轉喺即係呢一個嘅丙午丁未嗰個嘅赤馬紅羊嗰個異象，如果出現一啲政治嘅大變局嘅話，咁香港會係受惠定係受害呢？咁出年原來冇咁差嘅喎。如果從八字角度嚟睇，雖然係冇水啫，係北方水冇力，但係有翻個金喎。今年乙巳年嗰個呢就係八字係冇金，甲春嘅八字係冇金，出年嘅甲春八字係冇水，係啦。咁但係有金喎，嗰啲金會俾個火融喎，所以金價應該見咗頂㗎啦，短期有機會，係啊，未必有仗打添喎，假㗎喎個仗。如果有機會打仗嘅話，係虛驚嚟㗎喎，可能係。咁即係如果冇打仗，咁你美國同大陸唔會揦得着嘅時候，咁赤馬紅羊會影啲咩呢？冇仗打，但有赤馬紅羊喎，咁會影啲咩？大家可以自己諗下。今日咧就簡單啲去粗略去拋呢個分析出嚟先，因為我覺得呢個分析喺坊間冇乜人用過，冇乜人去講過，係啦，尤其一啲即係對樓市比較熟悉嘅啲分析家啦，或者咩都好啦，樓市炒家乜都好啦，嗰啲係比較上係少聽啲。咁我係股票好啫，即係我股票係有啲人識啫，但係樓市我都比較少講，但係我唔係冇講嘅，係啦。咁我亦都唔係集中去講樓市嘅一個人，但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嘅關鍵點呢，係咪仲係用舊思維去分析樓市呢？我諗呢兩年即係丙午同埋丁未，2026、2027，甚至乎去到2028年，都唔應該係用舊嗰套嚟到分析㗎啦。香港樓市，因為如果你話真係以2026、2027個丁未，即係丙午丁未個赤馬紅羊係發生大事嘅話呢，咁我諗2028年嘅香港呢係另一個局面嚟嘅，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啦嚇，姑妄聽之，好嘛？玄學不是科學，科學盡頭就是玄學。今日講到呢度，簡單啲去講下赤馬紅羊對樓市嘅睇法，香港嘅樓市嘅睇法。OK， 咁啊。多啲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富甲無限，多謝大家。呢集係魚乾火熱辣嘅內容嚟嘅，我哋下次再見。